一做做敲门的那个，单在把它，原来那么也是就把拉倒，我们还在这些老这几个，就靠我统计的东西，那整个整个整个就做下去，那不到上来也再从洗下去，2.8档，哦，等你去，再从洗下去这里面，哦，这做从马来要从的，但是这里是属于，你再从多来打，把那工地去。上个大街的那个是的没事，哦，得去学。那刚才呀，大年家，俺这边把这人给开始写日记了呀。呢，当时干嘛都不清楚，手机，那这两年都不清楚送多，那这当给干嘛都不清，那把你都不清，那聊写不出那么多，我写不出那么多单，人家我写的上手，人家我都对对比。那老门不起来家嘛是天王地说拍，那发现就先把它拍起来，他来把这就吃不来，我们把它，这个就可能看到不是，你不老看见的呀，在这好像去通不接的呢，那的，好像让我东不来的，来的，本来呀，他家公妈都不清楚，在哪里来的，一起吃呀，公在中国就是上大街了，上班闹街，人家刚干的。那人不去上小街，那么吃点鸡的，现在吃点鸡，那是吃点鸡，不的生活鸡，我那么就是是学人，咱干的嘛，咱那做个这个嘛来的，就说老费叫天天开进去了，开进干么闹的，但我们那把来鸡这就没个闹鸡的，没个些就鸡闹鸡了，等那个鸡挂了叫，鸡找个鸡。写不了呀，自己，那不这些现在也要嘛的哇，现在钱就是现在都不就当起，现在是都没力气多啊，现在这200也要嘛的，哦，这空也要嘛的，老也要嘛的，他妈的那没个脑筋了嘛，抱歉，他这抓了嘛100张，这来呀这抓了嘛，这许多就来就了哇，这他们都那不解决，他没洗米的呀，解决的不。米线了嘛，包解决的这种，我空米、糯米，200米吧，人都得了几，200嘛都让他还有嘛的，这些人，人家那么这些100吧，人呢，对贵人家的，这不对了，真的不是没的，这人家自己人长，但我把得了这些，这些得了这些必须了嘛，咱挑水是哪么的，或者挑水，就那么这个的心多，这个些人。小水这人吧的，干嘛都不去看那拍，看那我那找那个酱油的，看没一个他吃不走。现在呀，看我们这家帮忙来呀，看没的，人家给了说吧，好像接就接呢，还来帮人家吃不着嘛的，他们的来呀，也没省着钱呢，可能杨家挣的这个可能差不来，干嘛这么紧？我可心情闹起来干些，这些呢，这就地方。现在呀，这马边接触就到我们的产业嘛嘞，这个龙巴的呀，那么吃点的，是吧？加上那着急嘛，对不对了呀？哦，真的那么吃点就是我这出面闹街，大闹下的这嘛都，这种都做了呀。我那么一般般家休息不，跟他逻辑就找我们的嘛嘞，那么吃点就差的嘞。人家家呢，好像他想网络门槛这些吧，大家恐怕都没见的。现在工作上我怎么手机，刚刚接受的。配定的，咱自己做，吃点就差不多了。现在呀，那么等你给公办的店里不的配，不的呀，咱不没力气，谁讲是那么多。现在拿去了说吧，好像吃点就对，真的也没工程的，对嘛就，路嘛就，他妈的了呀，我都掏水钱了，他点起来，他妈你把的配钱，他来把也，不忙忙的，不没力来，现在吃不起，是不是？你别讲的呀。咱没弄起来，真的这些事情啊，咱哪做吧作业？
这些路都结束之后，到弄起来真的，咱得去解决了。这他妈他妈都哪样嘛嘞？这当地上街头想就三八，是那么多送俺多几天路了呀。现在我查送有吧？现在我那单个的都对了点的单个了。那想就三八就上来呀。在那，但是经过的人不清楚不进来，他不过的是你要的，但是呢，现在去得谁了说不到，老了发现这里面，我等到忙不起也把一上不怎么买，也把说不打不起去了。后来呀，我那种的上就上的一次的这样的见面，是那么打不弄不单个，就这个也有了。可搞的什么呢？现在是就买的都贵，这不是的，我时间来面积，嘛些有东西，我都靠这些。个人不钱拿，那打拼弄不带个，个人打包生，你就把这睡不来。这这几天俺打不进去呢，那么这个从学习上我都套谁都必须做的日这个月吧，都必须做的家庭多的工地这个月吧，到这几年没有吧，我看现在的老稳这个月吧，我这里弄到不进，家没工厂有多大的不进，到这钱我就。那么的生意，从学我就，我那本来一本来参加都是那么的，上班有关系，找不着的，马上让送的，开来天的，等大家呢，这几个也蛮多，打不送的我都帮不赢那个的，打不送的那个多，人家打不起多嘛的，人家电视打不，干嘛的，从弄起打不也不赢了，干不对了天的，打不弄个也的，一个是一天他觉得。一旦没觉得当兵，他就你个来要的意思，就这个公办关系是意思。这个大家不干嘛的，光是干嘛生意的，把从个就给单大强要的，单大打不，单比打不。哦，对的，对，用把他是解决了哦。本来俺从公司就跟全部就不靠我公积金，其实你就单比打不了啊。再来也事实他妈比就上班干个么多啊，做生意的干个没，刚来他就决定。现在钱我就没得人了，也的了。现在闹了阿爸阿妈去，说他妈的了呀，没钱把钱钱就钱了，干个嘛的哇？咋不带个咋不，要么带个要么带个哇？这咱那做不成了，我就做不下去做，啥道理先的不？咱那我要谁的？这他买的了呀，俺现在没有土接的嘞，你现在嘛包钱？你的阿德玛说呢，一路当不要嘛人多，阿德玛说呢，这不是在那也可嘛人多，一三个人，不懂啷个对的，我们都，不是解决的那个了，也没解决什么了，也把解决了，就是你个了看嘛的，也把这解决了，哦呀，一旦也把这没解决的，工作就不全部就干了皮了，这都没办法下个解决不了。刚当了多学的，他刚当了呀，当那做不出来嘛，就不学的，没些了嘛，报钱，天天都去对吧？找啊医生嘛的，去办医生嘛，这或者他们怎么都他要嘛的，怎么要嘛的，怎么没得，他没些了报，我们了干眼的，不家了那个的，不家了嘛，干眼的，当那做不那个多强有的，怎么要？哎呀。这天时间结束了，这个今年嘛赚那么多，当时给你看那么多，他说打了就没得冲吧的，没得冲吧。刚当那样，那么就比个当，但大家都从项目的，也弄起刚才也不行那个，个不对了，但是没得没满意的，那个我们也不行，到八千我们也不行，他去拍哪上的，共同的结巴那真的，送给要的也是。哦，这全当俺一个人有的是，一个人打不这样的么多，也是路边的，现在我这这样的，哦，等到我们就有的嘛，这个不对了，不把个有，哦，个不对了，不把个有全部的是，那时候门边都这样，我就那么单大的，对的，起码就让你加个了，那什么的拿不出的拿个要的，我都能拿个要的，这我都能拿我就拿啥个要的。光弄下就是理解了这些，吃的弄不对，
我觉得偷了毛把钱退钱，真的，那家庭的节目一定得送月，送月的查不懂，我敲死定送月的，太要嘛的，更多钱点嘛都要嘛的，那先把这手想就上把这送修的，我那点把的送修的想就上把让谁，让人下子呢，我20年了，觉得你没有的吧的，我这里学一个，咱那啷个了多些的是，咱就给这一些了再说啊，咱那快去赢一把。给这各位呢，那个弄到这种程度的，现在我叫了搓拉档，现在弄把档，就弄绝对，准备进驻的呀，夏天是夏天最重要。哦，得了呀，你有没都是，夏天多的当的就上来呀，我那种的走过，先把那走的给穿嘛了呀，哦，等那看这个，穿嘛了穿的这些的来，你最上的来，我得选一道。